过来看到一礼拜休困2天，逐个月起薪水，头家超级跑车载你开，天骹下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？这是中华一间生产汽车内装的公司，董事长坚持公司无要上市，嘛无要上柜，赚的钱拢互员工食红变福利。员工平均册月结有67000块，表现若好，逐个月拢会当起薪水。若公司配合，逐个人拢有一支手机，头家拢总有7台跑车载你开，员工不管时都会当来借，互人足新鲜。学到头家实在有够拍手。大牛、小牛、Porsche 各种的跑车排一排，无讲佫叫是来到跑车展览会啊。毋过其实这是中华一间工厂员工的福利。头家甲伊的7台跑车贡献出来，员工伫工厂练赛车，练好了后就会当赛出去，通讲做是幸福企业。完全没有啊！怎么这是男人的梦想？公司的员工大家拢真认真，因专门咧生产跑车内底零件，业者无求会当上市还是上柜，就是要甲赚的钱拢分互员工。公司的福利有偌好，员工逐礼拜拢休2天半，月结平均有67000，看表现佫会当加薪，逐年拢会当出国佚佗。公司佫互员工一人一支工课用的手机啊。董事长说，不是上班是上学，每天唤醒的不是闹钟，是梦想。全公司最低的大概48000。那我们每一年大概至少2400，但这几年这4、5年都是在4000至5000。那我说2024年我要挑战，让他们薪水8万。伊就是幸福企业的董事长，若拢袂结派头，佫会家己扫便所，逐工早起拢甲员工做伙做体操，若是有趁钱就分红，互真侪人拢足欣赏呢。虽望这间公司140多个员工已经满，毋过也受真侪民众想要问讲，恁敢佫有咧欠人？记者综合报道。